阿华，为了俺的恩人们，只能是委屈你一下。不过你别害怕，没事的。我跟他们说好了，他们就是借你过去玩一天。明天一大早，我就去把你给接回来。说不定你去他们家，还能吃上上好的草料呢。哎，阿华，俺知道你讨厌他们，可是俺粮已经借回来了。阿华，委屈你了啊！阿华，走吧，啊，走啊！阿华，别担心，明天一大早，俺就去接你。你干什么？你拦着俺干啥？俺来取俺的牛。拿到这儿的东西，有你这么轻易就能拿回去的吗？啊！让开！还要俺的牛！好小子，你敢撞我？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你。宝贵啊，今儿说怎么这么早啊？你答应过俺的，今天一大早就把牛还给俺的。不着急，不着急，牛嘛，肯定是要还给你的。那好，俺自己去牵。哎，我刚才不是说过了吗？不要着急，这牛肯定是要还你的。不过，你得答应我一个小小的条件。什么条件？你得答应我，把这个东西放到那几个外星人喝的水里，啊，我这牛立刻就还给你，怎么样？就这么简单，听明白了吗？这药是干啥用的？谁让你们这么做的啊？主人让你做你就做。这个药嘛，什么都不是，啊，就是让他们喝了以后嘛，能睡那么小一会儿。俺不要你的药，俺只要俺的牛。我说你小子怎么不上道啊？你不听主人的话，还想要你的牛？我看连个牛尾巴都不会给你的。俺知道你这药不是啥好东西，俺虽然笨，但也不会拿这个去害人。他们可是俺的救命恩人，俺不要这种药，俺只要俺的牛。好你个富贵啊！看来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啊？啊！我再问你一遍，这药水你到底拿不拿去？俺不要。俺只要俺的牛。阿华，阿华，拦住他！牛被偷了，来人呐！阿华，阿华！哎，站住！别拦住我！俺要俺的牛！俺要俺的牛！俺不是故意要伤你们的，
好你个臭小子！不是的，你敢伤我手下的人？上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给我打！怎么一大清早的，这小鱼儿就不见了？对呀，小鱼儿，小虎哥哥，富贵，米大哥，我一大清早就去找小鱼儿，到现在都没有找到他。啊，不会吧？这么说不会是出什么意外了吧？小鱼儿年幼贪玩，又第一次出凤凰城，会不会又到哪儿玩去了？不管那么多了，先找找看吧。嗯，我们走。小鱼儿，你在哪儿啊？小鱼儿，小鱼儿，小鱼儿，喂，哎，咱们这么一块儿找也不是办法，我看还是分头去找吧。啊，星火，你去那边找吧，我们去那边。啊，好，走吧。小鱼儿，你在哪儿？小鱼儿，小鱼儿，救命啊！让我的米大哥，救命啊！别推我！臭小子，现在该知道厉害了吧？啊！我再问你一次，刚才说的，你到底答不答应？快说，答不答应？还俺的牛，俺要俺的牛。这小子嘴硬，骨头也那么硬。我看出来了，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，是不是？我再问你一次，这个药你到底拿不拿去？拿不拿？你要俺害俺的恩人，俺不干。哎呦，哎，这可是你逼的啊！带走！不是看你的牛吗？让你看去，走。放开我！还俺的牛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还俺的牛！自古以来，有债必还，这是天理。你欠我的粮食不还，我就从你的牛身上割肉来还。不，放开阿黄！那你就答应我，啊，把这个药倒进他们喝的水里，哼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就算我野心事做善事，只要你答应，按我说的去做，粮食可以不还，牛肉我也可以不割，如何？心事，俺不做。好，有志气。好吧，既然这样，那就别怪我心狠手辣，给我割，割哪里大块？阿黄，放开他！哇，大事不妙！这不是小鱼儿的那把刀吗？啊，米大哥，你的意思是小鱼儿不是出去玩，而是被人抓走了？嗯，我们得想一想啊，小鱼儿有可能被谁抓走了？我们刚到这儿，应该不会有什么敌人吧？哎，野金士，赶快去找星虎！啊，走！来，小心！阿黄，放开我！阿黄！你们家的牛跟你的脾气一样倔，割了半天一声都不吭。你们放开他！阿黄！富贵，你给我听着，在这京城里，我进也是就是天，我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让你做什么就得做什么，我让你下药你就得下药，我气死我了！拿过来！臭小子，我看你嘴硬，看你嘴硬，看你嘴硬，看你。
你们欺负好人！呀！啊！各位英雄，有话好说，有话好说吧，何必拳脚相加呢？有话好说，你们对福贵这样，最有话好说吧？这都是误会，完全是个误会。哦，误会呀！哎，都是误会，误会嘛。对，我打断你们双手双脚，再挑掉你手筋脚筋，再跟你们说是误会，你们觉得如何？你放肆！哎，你找死！放肆！你才放肆呢！怎么能对几位英雄这么说话呢？哎呀，各位英雄，多有怠慢。本来呢，有借有还，这是天理，对吧？这个福贵来了，他见了我粮食，他又不肯还，我也是被逼无奈呀，才出此下策。要不这么着吧，你们几个把人带走，我绝不阻拦，如何？谅你也不敢。阿黄，阿黄，阿黄，阿黄。阿黄，都是我不好，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。阿黄，阿黄。这个人你们可以带走，不过牛你们可得给我留下。牛是福贵大哥的，我们都要带走的。你说什么？没什么，牛你们也可以带走啊。不过，福贵，牛我也给你了。山后的100亩地，我限你明天之前必须把它给我耕完。明天我就检查，这100亩地的活还没有做完的话，就别怪我不客气了，我就停止放粮，让全城的人都饿死。我已经是说到做到。福贵，听明白了没有？喂，西武，喂，英雄，你有什么事儿？我们的人不见了，怀疑被你抓了，所以要去你家中搜查一下。人？人？什么人啊？给不给搜啊？给搜，请便，请便。小鱼儿，富贵，先把阿黄带回去吧。走吧。好，阿黄，走。金子，主任，金子，主任，给我金子，给我金子，来，我的孩子，你是不是饿了？你饿了怎么办啊？饿了想办法。孩子，来，一点的，快吃，吃，不能吃，都是生的。不，娘的手里有火，你看不到，但是真的有火啊，熟了。你来，娘为你吃。你走开！吃啊！你在说什么？疯女人！你是我的孩子，你竟然不听我的话，我会打你的！我会打你的！我不会舍不得，我会打你的！救命啊！你摔疼了没有？你摔疼了没有？起来！救命啊！起来！放开我！你不要跑！你不要跑！小虎哥哥，快来救我！不要跑！阿黄，
阿黄都伤成这样了，怎么去耕那100亩地呀？可恶！不管那个混蛋了，他要是敢乱来，我就一把火烧了他的窝！哎，此事在意，现在的重点是小鱼儿啊。小鱼儿，他会不会去找他娘了？哎，小鱼儿他不是不懂事的孩子，要是他去找他娘的话，一定会先通知我们一声的吗？不如这样吧，小虎哥哥，你跟米大哥去寻找小鱼儿，我在这儿陪福贵大哥。我们走吧。阿黄，咱们得去耕那100亩地了，要不然咱们就成为全城的罪人了。哎，除了那个野金士，谁还有可能会抓住小鱼儿呢？哎，等一下啊，不会是魑魅吧？啊！哎，不会。不过依你之前所讲，应该不像魑魅行事作风，我们还是再找找看哈。小鱼儿，小鱼儿。阿黄，不能让富贵一个人害了大家。你没法耕，俺来耕。惨了！天都黑了，咱们都快把这里的地皮都翻一遍了。我们是不是漏了什么地方没有找到啊？喂，你有没有听我说话？小鱼儿，喂，你聋了？你少讲两句，或许早就找到了，好不好？哎，好，但是这样找下去也不是办法呀。要是小鱼儿他被小鱼儿妖魔抓走的话，等我们找到他，那就太迟了。不然呢？小鱼儿。孩子，我的孩子，喂，他不是你孩子啊！哎呀，我这榆木脑袋啊，之前怎么就没想到他呢？你还记得那个疯女人吗？野金氏的夫人啊！你的意思是？正是此意。那还等什么？走啊！好啊！
在干嘛？啊！我们去哪儿啊？带住我吧！我尿尿啊！尿给你脱裤子啊！不要！我尿给你脱裤子！我不尿了！不需要尿，必须尿！我没尿啊！不行！米大哥和小虎哥哥怎么还不回来？福贵大哥该不会自己去耕田了吧？俺得继续耕地，还有很多呢。继续耕地，100亩，要耕到100亩，才能救大家。怎么了？回事？哇，玉盘有反应啊！难道是感应到生肖元神的化身？不会吧？我们连一点生肖元神的迹象都没发现，怎么可能呢？哇，动得这么厉害，会不会是这里的居民啊？喂！静观其变呐！哎呀，怎么这么奇怪啊？抖得这么厉害！哎呀，静观其变，先静观其变。在哪里？哎呀，静观其变呐！哎呀，飞得那么快！药叉和玉盘飞走不见，士官主哪快追啊！快！哎呀，喂，追呀！你能追到玉盘吗？你想过没有啊？你追得到药叉吗？追什么追啊？天区玉盘吗？不是应该在他身上吗？哎，喂，为何与你一道就如此晦气啊？啊，小鱼儿没找到就算了，现在连玉盘和药叉也不见了。那些东西全部都在你身上的啊！你不许赖在我头上。喂，小虎哥哥，米大哥，玉盘。喂，
怎么会在你身上啊？我在地上捡到的啊。到底怎么回事？我也不知道。哎，算了，能捡回来就好了啊。小鱼儿有没有找到啊？还没找到。不过你们放心啊，我们已经找到新的线索了。小鱼儿呢，应该是被那个疯女人抓去藏在某处了。现在已经是夜深了，现在去呢会打草惊蛇的，只能等到明天去前行跟踪那个疯女人，一定可以把小鱼儿找回来。那头牛昨天伤成那样，势必是没法再用了。就算能用，你看那福贵对那牛比他亲爹还亲呐，料想他也舍不得用。要耕那100亩地，要靠他一己之力，那是不可能做到的。是，主人英明啊！那福贵我料他也做不到啊。是啊，我倒要看看，他到时会在玄城人和那几个外乡人之间如何抉择。那他肯定是选咱们京城人呐。那几个人说到底不就是外乡人吗？不过到时候为了让主人放粮，他们还得听主人您的嘛。再说了，那个小美人儿，那迟早也是主人您的囊中之物啊。说得好，说得好。主人，完了！什么完了？说什么呢？这么晦气！你看呐，你快看呐！怎么可能呢？怎么可能呢？是啊，就靠他一个人100亩地就这么耕完了？是啊。主人，我操！我亲来了！我的亲呐！我的亲子！主人，你听听，快回去！我要和我的宝贝亲子在一起，快回去！走！主人，花呢？怎么全是白花、黄花？女孩子喜欢红花、哇，这疯女人好生奇怪呀！听她的话呢，的确是抓了小鱼儿，可是为何又说是女孩子呢？不管了，先跟上去再说。行了，你们赶紧下去吧。今天我累了，要早点休息。让他们都下去啊！去，下去！花儿，女孩子喜欢花儿，喜欢花儿。我的宝贝亲子，我来了！你是谁呀？怎么跑到我的密室了？女孩子花儿香，孩子，孩子，救我呀！快点救我！快点救我！哎呀，孩子，你看，娘去给你摘花了，漂亮不？哎呀，我是男孩子，不是女孩子。你是女孩子，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。原来是你把他抓到这里来，关到我的密室里，吓死我了！这个疯女人，真是疯透！生的，我跟你说过多遍了，我不是女孩子，我不是你生的。还是我的宝贝金子最好。我不是女孩子，摔疼了吧，孩子？你是我生的，你放开我，你就是我生的。
金氏他也回到这里了。不过他进屋之后，却找不到人了。还有，我们跟踪那疯女人也不见了。啊？照这般看的话，那应该很可能是有密道机关呐。那么小鱼儿一定在里面。喂，我们分头找啊，分头找啊！哎，我找到了！喂，你小心点儿，小心被他们发现。里面顶多就一个野金士和一个疯女人，怕他们什么？啊，对，走。救你了！快来救我！别逼我出手啊！救我，梅大哥！你们想造反？我可是京城最大的野金士！孩子，把孩子还给我！把孩子还给我！说白了，他也是个可怜人呐！你快把我松开！我饶不了你们！我可是京城最大的我！哎呀，一人难，一心更难呐！好，我米神医今天就替你医你这贪婪的黑心。我们把这堆金器还有所有的粮食都带走。好，我的金子！我的宝贝金子！孩子，我的宝贝金子！快走！喂，金子是你的全部财富，我会留一个给你的啊！来，孩子，走！不要带走我的孩子！孩子！是金子！哎呀，谢谢，谢谢。都听着了，都给我停下来！过来，都过来！主人说了，从今天开始，你们都不用做这采金子的苦力了，这些金器都分给你们了。好，这样，都来！都有啊！别急！多拿一点！都拿走！主人，你消气啊！金子，我的宝贝金子全没了！苦命的主人呐！这些人窃盗的，怎么能这么狠心？不但分给了全城人，连财金厂都给毁了，这可怎么办呢？你还说，疼死我了！主人，要不咱一不做二不休，带刀过去，把那几个外乡人统统给做了啊！搞不好他们反倒给我们做了。哎，主人，我想出一个办法。什么办法？快说！我远方的一个表亲啊，认识一个很厉害的巫师，他能用腐蚀和泥土生生造出一个妖魔来，拥有无穷的魔力，一定能杀掉那几个外乡人，男的统统杀掉，女的留给主人做续房。这个主意好，赶快去吧！是，快去呀！哈哈，这回可算是出了口恶气呀，解决了这个黑心的野金士，怎么样？
啊，我分金子的计策不错吧？啊，也是，这样一来啊，也能治愈这那野金士贪婪无度的野心了。喂，想什么呢？还在想那个疯女人呢？啊？你才想呢！哦。不过话说回来啊，咱们小鱼儿长得真俊俏。那天在野金士地下密室里满身插花的样子，还挺像个小姑娘的，对吧？你才像个小姑娘呢！他骂你哦。哦，好大的胆子啊！看我怎么打你屁股啊！别跑！你看，哎，我帮你。哎呦！哎呦！你们，抱起来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山山土地都显灵。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各路神仙快显灵啊！快显灵！快显灵！快显灵！主人，这个就是巫师，用腐蚀和泥土做成的妖魔之体。待会儿，他只要将血洒在此物之上，这个东西就会变成十分厉害的妖魔。而且只听巫师的差遣，我们把那些外乡人引来，让这个妖魔把他们杀掉。好。不过那把女的给我留着啊，女的不能杀啊，听见没？主人一命，主人一命，大功告成。去。主人，这怎么回事啊？不好，有邪异之物来袭！天灵灵，地灵灵，山山土地都显灵。雕虫小技。是真的，真的金子。哦，当然是真的。你想要黄金吗？想要，当然想要了。哦，我可以给你很多很多的黄金，全天下的黄金都是你的。哦，全天下的都是我的。太好了。不过呢，你要付出你小小的灵魂，把它交给我，我就可以把黄金全都给你。没关系，什么都可以，只要全天下的金子都是我的，什么都可以，什么都没问题呀。好。好了，去吧，把你想要的一切都变成黄金吧。
去吧！全天下的金子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！孩子呢？孩子呢？孩子呢？黄金呐！我的黄金！怪物把我们的田地都变成了金子，我们以后怎么种田呀？我们把他赶走！走！把他赶走！打！把他赶走！把他赶走！你说什么猪啊、狗啊，只要被它碰到啊，就会变成黄金呐！这该怎么办呢？那怪物现在在哪里？俺这就去找他。你不能去呀，太危险了！只要被它碰到，你就会变成金子，就没命了。没事儿，俺自己会小心的。哎呀，富贵，我们一起去吧。我们也去。好。黄金，黄金！哈哈哈哈哈哈哈！黄金，黄金！我的妈呀，这什么怪物啊！管他什么怪物，敢害人，我就除掉他。喂，不是说这个怪物碰到什么东西都会变成黄金吗？要小心点，不要焦躁，先看看再说。米大哥说的对，我们还是小心行事为好。看是他说的对，还是我的拳头对？喂，西红，这怪物是什么做的？这么硬！哇，这不是传说中的点石成金啊！是啊，你看到那怪物手中的金粉了吗？好像那些金粉撒在什么东西上，那个东西就会变成黄金呢。米大哥，你快去帮帮小虎哥吧！福贵，你记住我的话，千万不要从正面攻击，只能从他背后打。哎呀！打得好！福贵大哥，好厉害！好，福贵大哥，小心啊！
没事。哎呀，才怪呀！哦呀，哎，快！哇，哎呀，这怪物啊，简直比石头还硬，我一拳打下去，惊震得我拳头发麻呀。对，硬得很，连俺也打不动。哎不，依我看啊，他的身体啊是黄金所化，当然是很硬的啦。小虎哥哥，米大哥，我觉得为今之计是先把城里那些老百姓都疏散掉，不然的话，连我们都对付不了他。那些老百姓遇到他，岂不是死路一条了？雪莲说的对，富贵，你知道这附近有没有什么可以藏身的洞穴啊？哎，有啊，山上有一个，俺放牛的时候还在那儿避过雨呢。好，米俊飞、富贵，我们分头行动。好，小月、雪莲，你们带上东西，直接去洞穴等我们。嗯。大家快走啊！哎呀，快跑吧！快走！快走啊！别拿东西了，快点吧啊！快点！往山上去！快跟上！快呀！等等我！给啊，谢谢。跟我出来，我有事要跟你讲。雪莲，来。米俊飞，你今日出去查探，外面境况如何？哎呀，那个黄金魔啊，他跟发癫了一样啊，已经把全城都变成黄金了。哼，此处啊，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金城，房屋、田地、动物，什么都没剩下。可是现在洞里的食物已经不多了，再这样下去，不被黄金魔变成黄金，大家也被活活饿死了。哎，是啊。喂，你今天出去狩猎有什么收获没有啊？哎，别提了，全被那黄金魔的妖气吓跑了，剩下的也都变成了黄金。得尽快想个办法呀！哎呀，那个冶金室的密室里面应该还剩了一些粮食的，不过我今天已经去试过了，黄金魔守在那里，进不去。可恶！不然我豁出去跟他拼了！喂，若非万不得已，不能如此，不能如此啊！哎，对了，米大哥啊，你有见到福贵大哥吗？哦，我已经安排了另外一处，让他带着牛藏在那边了。哎呀，如此下去，若是粮食殆尽，恐怕福贵的牛就危险了。田地都变成金子了，俺们往后吃什么呢？哎，雪莲，这么晚了，她干什么去啊？
听米大哥他们说，那个密室应该在野金氏的家中。你这妖人，岂能躲过我的法眼？雪莲，富贵大哥，你大半夜的搬个金人回来干什么呀？又不能吃。雪莲，雪莲不见了！什么？雪莲不见了！难道是？俺看到他下山，俺就追过去，看到他被那个怪物就变成了这个样子。雪莲姐姐，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你回答我呀！雪莲姐姐，你怎么不回答我呀？你怎么不动啊？事到如今，再伤心也于事无补了。雪莲她就是为了给大家找粮食，所以才……我们不能辜负她，必须尽快找到粮食，不然会有更多的人在劫难逃。你们说雪莲姐姐那么善良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偏偏总是她。昨天被变成这样的，要是俺就好了。富贵，你清醒一点，你清醒一点啊！不要再乱想了，这个地方还是你最熟悉，我们再去找找看，
或许有什么可食之物呢？米大哥，小鱼儿，星虎这边，你一定要劝他节哀，难过起不了作用。天都没有找到食物，我顶不住了，我顶不住了，我要休息一下。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你看到处都是石头，你说这石头要是能变成馒头那就好了。哎呀。 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天无绝人之路啊！哎，我想到除掉黄金魔的办法了。来，回去，快点，快点，走。我们4个人分工啊，我负责把黄金魔往这引到这儿来啊。至于福贵呢，你躲到灌木丛后，你负责切断黄金魔的退路。至于小鱼儿呢，你躲在那边，黄金魔一来，我就大声的喊啊。 然后呢，你就大声通知星虎，把上面那块石头推下来。到时候我就把黄金魔引到这边的时候呢，小鱼儿你再通知星虎，用那块大石头压死他呀，黄金魔就会啪，哈哈哈哈哈哈哈，他就没命啦。黄金魔，快点来呀！想把我变成黄金吗？来追我呀！别追我！来呀！来呀！来！差一点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不要啊！
不要啊！不要！小心！米俊飞！糟了！对，快走！富贵大哥。 小心啊！小鱼儿，你们走吧，别管我了，俺怕是不行了。天正刮黄，富贵啊！富贵大哥！预判。邪不胜正，站起来吧，富贵！我将神力赐予你，打败黄金魔，速取药王山。原来富贵大哥就是牛生肖的化身。星虎，闪开！要唱！星虎，快用你的火拳攻击啊！喂，没事吧？啊，嘿嘿，到了我们算账的时候了。哼，果然是你这个黑心人变的，我看你以后还敢不敢？雪莲，喂，去哪儿啊？喂，雪莲，雪莲，你在哪里？雪莲，小虎哥，雪莲，小虎哥，小虎哥，我就像做了一场噩梦一样，我觉得自己再也见不到你了。没事了，已经过去了。已经过去了，傻丫头。下次你再敢不听话，这么自作主张、肆意妄为，我可饶不了你，知道吗？这么少？走，下一个。多给点吧。这么少？你要干什么？我来。12生肖组成一个谜，谢谢啊，谢谢。世界追寻一个条理。谢谢。啊，不谢啊！来，喂，眼镜师，下一个。舍不得了，这布施嘛，就是这样的嘛。我跟你讲，这是你自己决定的啊。不给这个黑心的野心士一点教训，他还是记不住。谁是你？他非他。你把我
我求求你们了，求求你们了，快把镜子拿开！我不要看到镜子，不要拿开！主人，12生肖这一个谜，大千世界这一个条，子鼠丑牛寅虎狗兔，这是什么？要是猴子继续过来就学到来猪。哇！真想不到这世上对黄金最贪婪的人，却变成了最厌恶黄金的人。我终于明白了什么叫视钱财如粪土啊！这道理早点明白，也不至于落到这般地步。没错，大家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慢慢来，别着急。快看，黄金哦！来，主人，哎，黄金呢？别跑，别跑！下一位，来，不行，慢走啊！来，这次多亏有你们呢，不然我们这些平民百姓不知道要被野金氏欺负多久呢。不用这么客气了，这里少不了你的功劳的嘛，是吧？对呀，若非福贵正是牛车教化身，后果真不堪设想啊！来，下一位啊，来，快，上来，来，快啊！好。富贵，解开封印了，前去要往山修炼吧。各位，按先行一步。来日再会。愿他修行圆满。好，找到一个生肖了，我相信用不了多久，一定可以寻其12生肖。好，事不宜迟，我们赶快出发吧。好。哎，你记不记得上次我们在凤凰城，我们4个人同时握住玉盘，玉盘便显出神力了？试试看吧。好。可恶！你这个无能的魑魅！李石、马脚，走！你们2个赶快给我追上去！若杀不了新虎，就提着你们的脑袋来见我！快！是。大王当心！不必惊慌，他们都只是我的手下。哦，慢着！你为何赶着这么多猛兽啊？为了多背点柴火，便抓了这些大猫来助我。这力大无比的力木，可是你呀？正是我。好，我乃轩辕皇帝。力木，你身具奇能，可愿与我共同讨伐蚩尤吗？能为主公效力，铲除祸害蚩尤，是李牧最大的心愿。金龙，你看，大王当心！天盖圆圆，地壳方方，生不逢时，无欲明王。金龙，你先过去，问问那老者是何方人士，姓甚名谁。可是我们要找知人，去吧。是，大王。请问先生，你我素不相识，你走你的路，我下我的棋，何必要问？先生，我家主公想知道先生的名姓，还请赐教。草木之人，名不传世，何名何姓，听来又有何意？老人家，你为何坐在这荒田之间，却不耕作呢？一己之田，难养天下，既不能养，便无谓耕作。哎呀，我说老先生，
您一个人下这赌棋，这胜负输赢，哼，可都是您自己的，这又有何趣呢？命在己手，想输便输，想赢便赢，岂不乐得悠哉？棋局易控，可天下却是大势难趋啊！哦，愿闻其详啊！蚩尤已得青铜宝剑之助，又有81怪相佐，皇帝不足，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。若华夏覆灭，蚩尤进而攻得天下，人世间变成了魔域，岂非大败？不过，既如此，可有什么解法？战士之间，虽武器起到巨大作用，但胜负之咒还在于人。若以兵法代之，人之力自是锐于刃。正如我这棋局，先手为攻，后手为守，前攻必守，却可以以守代攻，守取外势，攻据内力，阻断分隔，势如登天呐！阴阳相合，变化万千。啊，老人家，我能问问你究竟是何人？老夫姓封名厚。果然如此啊！您何不随我轩辕氏共商大计，替天行道啊！老夫在此等候主公已经多年了。抓到你可要挨揍了啊！知道了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娘子，苦啊！哎，那人怎么跑得那么快？这里的习俗就是跑得快啊！苦啊！把我的儿子还给我！哎呦，他偷了我儿子！苦啊！喂，等我们回来啊！哎，苦啊！苦啊！放开我！别跑！站住！喂喂，站住！站住！可恶，让他给跑了。先救小孩吧。哎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没事了，啊！那贼人近来肆虐城中，不知有多少小孩被偷，一个都未曾寻回。今天多亏了几位恩人，否则为了苦啊，我也不想活了。来，苦啊，
给几位恩人跪下。喂，不要那么客气啊！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的嘛。我们赶了1天的路，夜已经深了。若是大姐能够帮我们找个落脚之处，那我们就感激不尽了，是吧？哎呦！我那死鬼啊是去打仗了，这年头兵荒马乱，也不知道还活着没有，就苦了我们娘俩相依为命。几位恩人要是不嫌弃，就在这里住下吧。哦，好。哎，大姐，请问此处是何地啊？这里啊叫驿城，原本是交通要道上的一个小驿站。哦。后来安身的人多了，又来了许多游走商贩和各地珍玩，自然就成了城。哇，那是不是有很多好吃的好玩的呀？那是。明日一早，你们就可以去市上转一圈，保准看得目不暇接。对了，城北还来了一个百戏班，叫什么蓝氏戏班，竖着一顶大帐篷，里面奇异非凡的表演应有尽有。真的呀？有什么表演啊？我也不清楚，不过看过的人都说，最好玩的是一只会变形的怪猴，什么都会变。还有一个什么毒人，从小就在毒罐子里面长大的。真的这么好玩？哎，薛姐姐，我们明天去玩吧。正好我也没有看过百戏呢。哎呀，你没看过，那一定要看了，很好看的。那明天呢，我们就在驿城先放松放松，也好攒足力气，早日寻齐12生肖。星火，你说呢？啊，好啊，几位里面请吧。走，好，走。行。大姐那贼人已经偷了很多小孩了吗？是啊，现在城里人人自危，都把孩子锁得好好的。我今日也是一时疏忽，多亏了几位恩人。我们出来此地，有大姐提供这样的住处，已经免去不少麻烦。是，没关系，反正房子空着也是空着。哦，对了，大姐，难道没有人去寻找那贼人的藏身之处吗？那贼人嗖嗖的飞来飞去，谁能抓得住啊？城里那帮侍卫官又一个个都是酒囊饭袋。没事，早点休息吧。你还在想？你真想抓住那个贼啊？是啊。可是某人曾经说过，一切以寻找生肖为重。